国际上交通的意外来看，这西班牙南部呢是发生2台火车相撞，结果败马的意外。目前上无是21个人死亡，100多人受伤。部分车厢是对在铁轨路边冰落4公尺深的山坪，互救援行动更较困难。 发生意外的列车，其中一载车厢的乘客翕到这个画面，即阵内底敢若当靠紧急照明，已经有一位工作人员进入车厢安搭并且协助。一位乘客表示，代志发生的时，火车响甲真厉害，大家拢真惊吓。加载甲家己同一载车厢内底乘客拢平安，对外口发生啥物代志并无清楚。西班牙南部18发生2架火车相撞的事故，并且造成重大的死伤。对外口看入去，救援人员比较上中面，想要进入车厢内底，后壁这载车厢出甲真严重。 有一个旅客对已经喙齿的虫仔爬出来，后壁几扇车窗会当看到救援人员用手电仔照光协助接应。 Many of the passengers were trapped inside after the accident. They had to break their way out of the trains using those emergency hammers by smashing the windows. It's been a very difficult job for the firefighters and the emergency workers to get into the area. It's a very narrow area. The road is difficult to access, and they have been working methodically to try to get people out of that mangled wreckage. 根据西班牙铁路基础设施管理公司的讲法，一架对马达加开往马德里的列车伫阿达姆斯附近败马，冲到对面的铁轨路，甲当日驶过来另外一架火车相撞，致使对面的火车也败马。医疗甲消防人员赶到现场抢救，有一寡乘客已经救袂回来。安达罗西亚驻地区紧急事务官员宋祖表示，部分车厢冰落去大约4公尺深的夹。 增加救援的难度。交通部长朴文潮表示，意外发生伫铁轨路的第3段，而且这段铁轨路才拄全面翻新。肇事的第一列火车是新车型，这个事故非常的奇怪，当咧深入调查当中。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。